做偌济唔对，有做偌济哪会？咱下晡要向老母娘坦白，吼，家己即摆我来爱想啦，吼。啊，互我就讲即个悔过，悔过就是亲像讲，咱的衫行人，咱的衫行人穿咧穿久敢好？后现啊嘛，惊人人讲太高吼，对无？无说说，惊人假使讲衫惊人爱洗无？爱洗。咱身躯会惊人袂？咱逐日拢咧洗咧吼，对无？所以因此，咱嘛是身躯洗了，继续轻衫，哦，对无？啊，咱衫若洗了清气，搁咧穿嘛，继续轻衫，敢是？所以咱今仔日就是呐，亲像这要洗衫，啊，亲像在洗身躯洗啥，舒服咱的一寡五谷条吼，就是讲鲜啦、惊人啦，哦，啊，会当安真正洗互清气。这是咱今日大家来参加这个班的书写甲目的。那因为呢，这个班是过去无的啦，这个班是过去无的。是甲这个三座大开普渡，咱师母特别渴求老母娘，互咱会当带做日讲，因为呢，较早咱这个师尊迄个时阵，也无这个大忏悔班的，师尊的时阵无哦，甲师母迄个时阵大课临条。大课咱就知啦吼。迄当然是伫当时即个中国大陆，吼啊，人讲的是吼，要别度宗教，啊要种种的迄个处罚，迄个吼，伫关伫刑罚，所以迄个时阵，咱老母咱师母，搭伫民国67年设立这个忏悔班，所以互咱招着这个忏悔因缘，哦，迄个时阵咱师母呢，不管讲若要受苦，伊一个受好，毋通互这道地受；咱若要用关，我一个方关好，毋通互这道地关。所以当时师母伫这个四川，哦，伊就将啊家己发愿，哦，啊伫遐设这个忏悔班了后，伊家己嘛自己，人讲软劲无出嘛，哦，就是讲要替咱众生担罪，所以到了来台湾，佮受着台湾的这个政府的迄阵啊的这个处提，也嘛是掠足侪人去关。哦，互较无关着啦，但是互较有掠足侪排掠3排，哦，因若记了就讲又搁是你，啊对啦哦，啊所以伫台湾拢掠3排，伫新加坡讲迄个啊，这个合法的国家，宗教无处提国家，我伫新加坡讲掠1摆，所以若要讲互你啊吼，互较掠12摆，哦，拢总14人，安尼互掠4摆。较好家在，奉向国学节，咱无做歹代志嘛吼，啊，所以嘛是安尼，互咱真正平安顺遂，也无甲咱发，也无甲咱停，也无甲咱拿回，哦，啊，所以因此呢，这个嘛是咧消咱的业啦吼，啊，所以希望讲咱大家会当借这个因缘。互我看时间卖咧吼。8点40点8点6点，8点23哦，啊，所以希望讲咱大家好好来忏悔，忏悔就是亲像咱这样衫惊人来甲洗互清气，就亲像咱的身躯垃圾，咱来洗互清气，哦，这叫做忏悔啦吼。那么当然，这个忏悔也就是讲咱今日。因为修学道，咱若无对咱的心受起，咱会惊人误会，
伫心里拄袂出，消袂出。心洗会着诶，肉体会使洗呢吼，敢是吼？我脚惊人会使洗脚啊，脚趾遐惊人会使洗啊，会使钻啊，会使用迄人咧洗身躯有诶咧久啊，久咧吼，会洗一啊，身躯会洗一。请问，咱心会洗一袂？洗会着袂？袂吼。所以因此呢，咱今日就是讲真正忏悔的，要洗咱的心和清气。咱的心有啥物？有贪嗔痴慢疑，有这个啊。咱讲贪啦吼，我较麻烦的啦。好食讲食较饱啦，歹食讲食半饱，讲好啊，我饱。安尼有贪无？我嘛有贪啦吼。衫若较好穿的，我就穿较久；若衫若歹穿的，就较无啥爱穿。敢是安尼吼？咱嘛拢安尼。要出来顶一日咱穿咧较舒服的，甲一日咱穿咧较介意的。迄就是，迄嘛是拢一个走向啦吼。所以咱今日修学道，第一爱戒贪。贪啦，贪几足些内底内容。贪名、贪利、贪物欲、贪三会、贪财、贪色，迄种贪无啊。贪财、贪色，迄种完全拢属贪的一字呢啊。要咱自己贪若拄会掉，咱修道修这条心就歹修。所以修道修心，办道是心。咱要怎把咱的心修好？这个心要修哪会好？你的心若修会好，你就是哪？你就是会当贤良正直。贤就是高，良就是好，正就是讲你的品行、言行拢正，无歪歌，袂安尼学袂来。直就是哪？咱的心正直，无弯无挑，唔通设计要来害人，也唔通设计要来贪人，也唔通设计要来做不法的代志。所以咱的心就是讲，今仔日既然踏入道门，咱就是要修道。既然甲要修道，就是爱有这个功夫。若无吼，拢会对外口去求。若去对外口去求了，求啥？求福。哎呦，若无保庇互我大好嘢吼，若无保庇互我钱足济吼，请问钱足济好唔好？钱足济好唔好？好啊！你若较早的书看到迄钱讲，迄毒糖紧走，钱会害死人呢。钱会污染着咱人的心呢，敢是吼？也毋过钱大家拢爱呢，其实钱上垃圾呢，钱有垃圾无？你要看迄钱，卖鱼啊嘛咧客，卖菜嘛咧客，海猪啊嘛咧客，用脑啊嘛咧客，大家咧客，手有清气无？该垃圾，毋过上人爱，对无？所以因此呢，咱要爱贪的讲，唔通贪财，也唔通贪色，也唔通贪名，也唔通贪利，安尼这咱应该也是大家修行，都参考啦。咱今在哩真正人拢参考以上的道亲啦，咱应该爱自己修道的这个境界，自己修道的功夫做好。咱真正做有好势，无缺点，咱会当真正脱离生死，生性生贤，生不生仙。当然啦吼，讲起来，咱目睭无看尔，咱你也想，咱的好老先生来台湾开荒，伊几十年的努力付出，伊生啥？伊生对生而生啥？冤得地君，
迄要升到一个完成地分，是足困难的呢。哦，地分呢，完成个做哪？关心地分。完成伊是人衣礼地性五项拢具足，伊才会当升到迄个地分。啊，无话讲，啊，完成地分太死遐济人，安尼伊也会升地分哦。但是伊是为主为国家尽忠，哦，毋是伊爱杀人，但是伊有仁、有义、有礼、有智、有信，迄个五项之德。哦，我嘛你讲啦，哦，你若有机会，你若要爱知，我爱会记一个啦吼，啊，若要问我咱会使啦吼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哦，我就讲到遮了，即摆要讲物件啦，切伫后壁人这边。后壁即个时间吼，所以吼，我时间到啦吼。啊，搁5分钟，搁4分钟，搁10分钟嘞呢。哦，无看表毋知时间啦吼。啊，所以伫即个时阵，希望讲咱大家，所以关系地分伊才会升地分，伊人伫对。花用到色泽人啊，因为当时孔明要掠周朝，也大家拢有派人去要掠，干那老毕派无着，老毕讲，我今仔日是来做这个蜀国的主帅，啊你无派我，啊别人拢派有着，啊我派无着，伊讲我若派你去吼，周朝掠袂着啦。伊讲无迄个代志，我后会使做出了念袂着，所以吼，伊甲讲啊无，你若爱要去无，你写军令状啦吼，就是讲我做错念啊无着啦吼，换伊的头壳爱互孔明斩咯，哦，啊后边嘛甲应好咧，啊怎派去华容道遐等，去路口遐站。周朝战败因走来到遐，叫老毕炸着啊！啊，老毕炸着，伊即摆老毕要甲抬啊！伊讲哎呀，老毕啊，你嘛袂通抬我，我当时是送你上马金落马银，送你哪回偌济啦，讨人情啦，讨甲互老毕讲，人情遮大，要我甲抬是我真无钱，放走，哦，放伊走伊等于吼，孔明要甲抬，当然员工啦、张飞啦，啊遐刘书良因迄甲救，啊这是咱的主公，你甲抬，主公都无呀，哦，所以迄阵呢，咱有甲抬，所以这个典故，花用得色泽，色奉色来办。一地养七分，水养七分地啊！哦，一千里找兄义啊，伊千里找这老弟义哦，保义设过关，兵足达旦对哦啊，是那方面是吼。三德互惠。一定较歹。即摆足久无咧想啦，今仔日了有想着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像人咱讲啊，哦，啊，就互合吼，安尼讲到遮好啦吼，啊，希望讲咱今日大家好好用咱的真正的心来修啊，哦，啊，咱趁这个机会，会当互咱行讲入着，咱会拍拼，度人救人，度化众生。咱真正会当脱离这个生死轮回，嘛会当正果归真。咱若无等于平伫这个时阵来做人，拢有得道，拢有修道，拢有食菜，拢有行道。但是后日咱等于功德，哦，安尼功德少，啊果位少，哦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像咱老先人原得地分，像咱大先人以守大仙。要升大仙嘛无简单呢，你若讲大仙哪有啥？
毋是一般仙的啦，一般仙的还佫无讲偌尊贵呢，大仙那就足尊贵啊呢。哦，所以咱今日爱知影，得到了后，咱当然目标是一定要爱安尼，但是咱的心嘛是爱真正要做好，啊真正会当后日将来咱有成就，安尼有当无辜负咱一世人来做人。啊，无辜负咱这世人来得到修办道，也等于咱就要担起身躯的罪过错。咱心若想无好，会安尼哦。也心若想无好，会去变咧物件哦，会去变咧物件，变动物咯。哦，所以欲道是让咱的心去变。你即摆呐，迄个说凶恶。想要害人的心，你后去去狗啊、破败，哦，拢要害人的，拢要食人的，后日你嘛是规啊去欲道去轮回，啊，所以遮好啊，今日就叫咱大家做参考，啊，咱大家即摆爱想啦，咱一世人，咱今日今年，咱有做啥物唔对？我较听啊，下晡有机会用老母标兵。向老母标兵有要紧无？有要紧无？无要紧，向妈妈标兵无要紧的。我较早做囡仔头食一条金蕉，阮老母讲较哀着，哦，啊，因为咱来是订6条金蕉，也阮老母就摕一条互我食，啊，剩咧5条下日拄仔来，讲下暗恁兄哥转来。一人一条，啊！我食了爱食，佫讲偷摕一条来食，哦，啊！即啊，迄个说，阮老母转来要摕金蕉，互阮遐大兄食，啊！减一条，伊就讲我，什么人你有来摕一条金蕉？我无食金蕉，无食。伊讲厝里敢若你交我伫个尔，啊！我这就要留互你个。兄哥食的，也无我还袂偷食，哦，讲我白贼，讲甲哀叫，到尾啊，讲有人妈妈，我有摕一条来食，5囝，啊你若生日咧，我来讲你，一条金蕉也毋是偌济钱，对无？伊是讲我白贼，哦对无？安尼咱若白贼了讲咧，对哦。我教训啊！伫咧7、8岁时阵咯，甲即摆互我，哦，所以互我即摆拢毋敢偷食。所以，希望咱大家好好来，今仔日参加这个班参会吼，啊好，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道路方便，谢谢。